哇！今日呢個真係唔似一個演唱會嘅時間，但係呢個真係香港嘅演唱會先有呢個服務嘅。最靚仔嘅化妝妹仔，最靚仔嘅髮型走咗 Tommy， 掌聲！哇！今日真係唔似一個演唱會，因為咧頭先我喺後台嘅時候咧，化緊妝就不停有一啲新朋舊友家人，就係呢啲好朋友就不停咁樣打招呼。呢度有一個表妹仔，妹子，好啦，終於我嘅 Get Up 世界巡迴演唱會翻到嚟香港啦！你哋好嗎？有掛住我嗎？俾我哋聽下，即係俾我聽下你哋嘅熱情歡呼聲得唔得？哇！真係好好聽，好耐冇聽過呢啲聲啊！但係其實咧，我有睇稿嘅，得啦，頭先嗰段。時間過得好快，距離上一次咧，我喺紅館開 show 已經有足足嘅10年，2019，2015至到2025 10年啦。但係仲有啲嘢仲驚喎，係我入行40週年嘅演唱會。係啊，40年啦，可能冇下一個40年啦，係嘛？因為40年之後我已經可能，唔係淨係我啊，可能你哋都已經坐喺睇得利是，一見面就講埋啲咁樣嘅嘢，真係。不過有人話咧，我哋而家呢一代係可以活到140歲，係啊，真㗎。咁所以咧，我可能要過多幾年先至可以參加呢一個中年好聲音，因為你夠稱啊嘛。咁唯有參加住全民造星先咯。咦金生好似今日有嚟啊！坐喺邊位？呢度你扮咁生嘅，你明明係一個女人嚟㗎。OK， 不過咧，如果下一個40年我真係開演唱會嘅話咧，我諗我都會脫掉嘅。不過唔知你哋敢唔敢睇啫。總之永不言休。如果有一日我同大家講我要開我嘅告別演唱會，都係因為我為咗要籌備下一個復出演唱會嘅啫。冇退路㗎啦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呢個舞台。我記得我喺1993年第一次喺香港紅館開演唱會嘅時候咧，我係情不自禁咁樣踎低咗，錫咗個舞台一啖。咁但係而家基於我想瀟灑啲年紀嘅問題啦，我唔想踎低咗之後起身嗰一下唔靚仔，所以唔該監製升個台上嚟俾我錫佢一啖。好啦，唔好咁多啊。OK， 我嚟咯，歷史性一刻啊！你點諗反應？我好愛你㗎，我哋今晚一齊做一場好 show 俾大家睇下，好唔好啊？乖啊，乖啊。OK，thank you，I love you。今日咧就真係好開心，因為翻返嚟香港，感覺係零舍唔同嘅。咁關於呢一個紅館咧，香港人日日經過海底隧道嘅時候，可能都會見到啊！呢一個一啲都唔算好大嘅紅館，但係對所有流行音樂人嚟講係幾咁偉大，有太多靈魂藝術家嘅靈魂喺呢度。咁同埋佢代表住一個好美好嘅年代。咁我相信大家嚟睇我演唱會咧，都係希望可以回味一下一啲美好嘅時光。
咁不如咁啊，我哋一齊回憶一下，一齊坐上一部1988年開出嘅列車。